药井社区大楼的警卫室破一个大坑，水管马桶壁开漏水，规栋楼直接歪到变形。客家大湾清洁工摆楼顶的遮帘落甲碎糊糊，安定保安宫的三线倒头栽，南西区的这间东福宫顶座落到涂骹旧惨惨，连生命嘛拢煞毁。遮帘的这铃啊吼，铃这转这啊甲这遐拢歹去，拢一歹，这可能要修理起来吼。要算8万以上啊！对无人机画面来看，民族路、中兴路面体嘛受损严重，有的还阁放弃，镜头来到厝内，红砖态度落甲规世界，路拢无法度行，壁嘛出现壁损。厝的墙啊倒落来，啊，就去互跌着，砖啊倒落来，啊，要讲着头。迄清工者迄阿毛土壁吼，拢倒落来啊！阮楼顶阁较严重，厝拢放弃啊。放到最严重的啊，电锁啊，规个拢袂当入来困，阮拢困伫外口。居民的损失歹估计，自透早无用着清理家园，只希望这个年会当平安度过。台南新闻说话采访报道。